很多朋友还不晓得新城的蔷薇花在哪个位置，今天去给大家拍个路线视频，走起！经过世纪花城，沿着綦江北方向走，进去大概10来分钟的样子。这条路宽敞，弯路少。到了这个红绿灯儿，然后往新城方向走。经过新城派出所过后，在下方路口右拐。然后沿着公路继续走，大概2分钟过后就到了。到了哟，朋友们，你看现在那边的花好多开的，喜欢拍照的朋友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个卡。由始至終，只愛你一位，難以代替，愛得多仔細，靜看着對方無